做推定，这是人性。所以，甲迄个警句，互大家爱时时放伫心内，讲这个原则对被告的权利最重要。唔通讲看一个影生一个囝。对啊。NGO 专家甲学生以下世代、下领域的观点，切入当代社会议题，大家互相顶功夫。看节目嘛，顺续学台语新词。头起先就来介绍今仔日的参赛者。大家好，我是台药华律师，即摆伫司改会担任义工律师。司改会30当前成立，一直拢是由民间募款来支持。司改会的任务主要有4项：第一是立法研究，第二是监督并教，第三是教育推广，最后一项是个案追踪。我有参与的是立法研究甲个案追踪，包括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法，还佫有像咱看到这个卷宗，有当事人来向司改会申冤，我会替因看伊的案件到底是毋是有完成。若有，我会替伊提出再审以及非常上诉。非常上诉甲再审，司改会过去有成功的案例，譬如讲苏建和案以及徐自强案，拢是成功得到法院最后确定无罪判决。最后，希望大家当多多来了解司改会的运作，多多来甲咱支持。司改会加油！大家好，我是徐定瑞。从细汉就开始讲台语，即摆是台师大台文系3年的学生。我的兴趣是即个传统戏剧、民间文学，佫有即个一寡台语相关的知识安尼。今仔日真欢喜会当来遮上即个节目，要讲即个司法改革的议题，我是感觉真错。因为虽然较早的公民课有上过，毋过就是上完，就差不多袂去了了啊。希望讲今仔日的节目会当顺势录完，希望讲我会当摕到别人送我的伴手礼安尼，多谢大家。今仔日的参赛者看起来准备甲真齐全，到底输赢的结果如何？进入比赛之前，先来看双方介绍因在单路。我今仔日准备的这个单路吼，是阮司改会推出的一件 T 恤啊。顶悬写这个无做推定吼，拄好到即马公司台语台嘛有一出台语剧共名叫无做推定啊。嘿，听讲是输的人爱送出去，所以我即马有感觉小可矛盾，就是我袂使输，袂使闹赌，但是佫足想要送真正合理的，但是无小娘的啦，先讲无小娘的啊。真正咱尾后较看安怎处理。好。我今仔日有传2项单路。一项是即马录影的时间是中秋伫要到啊嘛，所以这是泸州上界出名的饼店的迄个一个礼拄好是伊是做就是以泸州为主题安尼，对所以等一个看有机会送出去，无这嘛足重我嘛无想要看。无想要砸。嘿对，佮另外这本是阮泸州的路德社区大学因出的3路社区报安尼因为我拄好是内底的记者，因为我本身对传统戏剧真有兴趣嘛，所以我就有写到这是公司嘛有访问过即个新音珠高家戏的剧团安尼。参赛者需要进行3个关卡，第一关是国中会考、社会科的公马题。唔知影这个题目，大家敢有法度正确回答？公民老师伫咧上课解说无罪推定原则的时阵，请同学记咧加上说明。请问写人记的咧上适当 ？A. 教生讲阿伟因为撞过红灯遭受罚款，所以伊是有罪的。B. 医生讲阿辉因为杀人嫌疑，互警察抓，所以伊是有罪的。C. 医生讲大雄虽然甲厝边恐吓受到起诉，但是也袂当认定伊有罪。D. 医生讲阿管因为甲人骂爱来罚金，不过也袂得认定伊有罪。我的答案是 B. 阿辉因为杀人的嫌疑，互警察逮捕，所以伊是有罪。敢是一个，唔是。所以我应该是我的答案应该是 C 啦。并讲大雄虽然甲厝边恐吓受到起诉，但也袂当认定伊有罪啦，因为是无做推定嘛。这就是标准的题目无看清楚。无做推定，因为我有问题，就是讲像这个无做推定这个原则啊，因为。咱即摆常常拢看到电视顶悬，大家拢就是讲咧报道一个案件的时阵，一定拢爱加一个警语，讲即个未经法律审判应该推定做无罪啊是啥安尼。即摆加即个警语的目的是啥？加即个警语，就是因为讲媒体咧报道，逐个人若无
学过无做推动，也是讲咱人性本地就会想讲，媒体咧甲你报啊，警察甲你抓，我想咱唔去查别人，心内会有注意推动，有做推动，这是人性。所以加迄个警语，互大家爱知影讲，心内时时放伫心内，讲即个原则对被告的权利最重要。唔通讲看一个影生一个囝。对啊。用煞牌台语报新闻，抓到随替你收证。树林地方法院设立的法官前几天跳楼过恶，也引起爱检讨的批评，认为法官负担伤大。法官协会也发出声明，要求司法院限期提出具体改革措施。司法院长柯宗力也有去甲过身的法官念休。提醒当人爱注意身心健康，唔通规工守伫咧办公室。守伫咧。今年2月，屏东县恒春分局一名姓詹的警察，追查偷牵机车案件的时，可能不满嫌犯唔承认犯案，就用警棍甲杜北部，造成嫌犯腹内大量出血死亡。检方今日侦结认定姓詹的警察利用职务权力故意伤害嫌犯，加以起诉。监察院嘛也认定警方有执法伤过头的问题，纠正警政署和屏东县警察局。用台语贴明当代社会议题，落后者平台上每一届机会。我听哦，你袂让你啊？好啊。你先讲。刑事补偿法就是讲，因为有一寡人伊的案件可能是冤狱。就是讲，伊是冤枉的，这件代志毋是伊做的。刑事补偿法就是讲，比如讲，伊互抓来这段期间内，伊若是互关起来，互关起来，互铿起来，你若是尾后判定讲你是无做的，刑事补偿法就是讲，我会当赔偿你这段期间内你失去你的人身自由，就是用钱，还是讲用啥物款的方式来补偿你，互你讲，就是讲你受到这个冤枉，会当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互你得到这个正义安尼。我补充一下好，因为这进前有修法过啦，进前叫冤枉的冤狱赔偿法。冤狱赔偿法。后来伫敢若10几当前有修法过，改做刑事补偿法。我查到敢2011年的时阵改掉。新的法刑事补偿法，因为进前叫冤狱。可能就是讲，譬如讲，大家印象会讲列入去监狱内底。因为即马，譬如讲，像即马上这个看守所羁押这个话题，伊若最后检察官不起诉，还是讲法官判无罪，互铿起来，互压起来，这段期间嘛是爱赔偿互伊。是，迄其实就毋是监狱的监啊，迄是看守所。或者是讲你一路判有罪，尾后经过再审，也是非常上诉。这两个条件啊。法院有准，判你无罪，你互关入监狱，这段期间嘛是会赔偿互你，一工是3000到5000块的款。谢谢，容易。感谢小牛。无小牛。今仔日司法改革这个挺多胜出我咧甲我的单路，只无做推定，真正送互伊。多谢哇！是，赞。想要问律师你今仔日的感想啥款？因为我本身其实较少咧用台语讲一寡较专业的话题。我一般伫厝内是95%拢是讲台语啦。是。对啊，甲爸爸妈妈有的时阵嘛是会讨论，比如讲时政啊，即摆政治的代志，所以台语讨论政治是OK 啦，一般普通对我来讲是足自然的代志啦，对。毋过来录节目嘛是有淡薄紧张啊，系啊。你的感想如何？淡薄紧张，因为佫是我无介熟悉的议题。看起来足熟的啊。但是就是讲，我感觉就是讲，这真正是一个足好的经验，就是讲会当
用台语讲搁较侪无共款领域的即个问题，因为即马是一个语言平权的社会嘛，啊，就是讲咱以后面对无共款的议题，希望讲就是咱，尤其是阮本科系的人，希望会当搁较有勇气啊，去用台语去无共款的议题安尼，所以讲即届的节目真正是我感觉是一个足好的一个开始安尼，对对对。NGO 创啥物？